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Lisa 先伫遮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4年是零年，所以咱即摆要来介绍的是甲零有关的俗语。咱今仔日的俗语是即句：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。稳固就是骹只偏的龙骨变形变弯翘，徛袂直，亲像安尼。就是华语讲的驼背，动戆就是咧形容人头壳小可有问题。即句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，就是咧讲咱人咧交朋友的时阵，拢较会去找迄种甲家己较相像同类的人，亲像一个爱读册的学生，一般拢较会去甲迄种嘛是较爱读册的学生斗阵，迄种较爱耍的学生，自然嘛是会去甲迄种嘛是较爱耍的人做朋友。这就是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。总讲一句，就是咧讲什么水准、什么款的人，就交什么款的朋友。毋过我是感觉即句头前的零交零，风交风，只是说明尔，重点是后壁迄句稳固的交动戆。即句一般拢是用来讲迄种较负面的状况，就亲像华语讲的物以类聚。咱一般袂讲两个做伙读册的囡仔是物以类聚。毋过，咱会讲两个做伙去做歹代志的囡仔是物以类聚，这嘛同款。零交零，风交风，是咧讲别个正经的人交的拢是零啊、风啊，加正经的朋友。稳固的交动戆，就是咧讲你拢去交遮无正经的歹朋友。当下，你要去佗？我要甲阿明出去啊！伊讲要带我去一个好耍的所在。Lisa， 你有钱无？敢会当借我淡薄啊？吼，恁两个一天到晚就走出去佚佗，也毋做一寡正经的代志。人讲的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，就是咧讲恁两个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甲零有关的俗语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交好的朋友，做正确的代志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的话，你们起赞个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得起下电话的咖啡现在都按开始收声，袂通知哦。另外，我记得回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大家新年快乐！